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陈伟明。咱讲台湾伫咧这个期间吼，已经3天无确诊啊吼，疫情是放较宽，好好保持、好好维持咱的正常生活就好啦吼。不过开始有人会甲这个朋友去烧着唱歌、看电影，但是你就是要特别来注意啦吼。安怎讲呢？伫咧室内聚会，除了这个密闭空间要有这个社交距离，也搁有这个公共安全，嘛真正要注意啦。咱看到礼拜四伫台北市钱柜 KTV 哦，一场大火，5个人这个性命来过往吼。检警调查真正是这个人为的这个疏失，造成这场公安意外。尤其哦，先让这个营业场所的这个 KTV 大楼5大消防系统全部拢甲关掉了吼。安尼关掉，照你讲，迄当天就是袂当来营业。咱今日嘛要请这个专家，好好来帮建议讲，拄到火灾的时阵安怎来运营啊？啊，这回火灾吼，5个人的这性命安怎来检讨？今日台湾新闻界带大家做回来对话。接着，咱邀请3位来宾。第一位邀请警察大学防灾研究所副教授吴英平。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二位咱邀请消防员，嘛是咱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项目干事蓝有杰。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咱的医师林永仁。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是哦，有当时咱讲到这个大火，这个意外枪灾来了足紧的。大家拄到这个大火的时阵，阴影可能真正是不足的啦吼。尤其咱讲过去，入到这个 KTV 就开始唱歌，有当时这个这个遥控器摕起来，就甲这个影片啦吼，就是讲警示讲火警爱安怎注意，就甲禁掉。这是一定袂使安尼做的吼。另外，咱甲这个公共场所一定要先看好这个清楚啦吼。到底这个逃生的这个出口伫倒位啦吼？尤其咱看这回这个起火点伫咧5楼啦吼，这回嘛有这个烟弹讲这个效应，互侪人这个是受到这个烟砸到来过往的。咱先请教教授，其实拄到大火，一寡观念应该要改变啦吼。首先吼，咱就这个 KTV 这个火警事件来大家简单的说明一下吼。是。这个火警的发火所在是伫5楼，一个储藏室。是。那因为某种的原因吼，因为现在检察机关的检查嘛吼，咱无法度去确定讲一定是什么原因。是。因为某种原因造成迄储藏室发生火警出来。那因为当时在火警发生的时阵，其咱的公共场所依照咱即卖政府现行的法令，应该有相关的消防设备，会使来替咱来尽早来侦测，来示警。吼，那因为这个 KTV 的营业的业者，因为某种的原因，大家的设备拢关掉，所以丧失了第一个救命的先机啦。也就是说，火警发生的时阵，相关的警无显示出来。那地属咱内底消费的民众嘛，唔知有火警发生，就算是说伊发现到有烟，因为无什么火警警示，伊嘛就是其他的可能主片造成，所以因为这个问题，丧失第一逃生的机会。那第二个就是因为因的时间是一个电梯那个起一个电梯口啦吼。那这电梯口就是一个垂直的管道间嘛。那因为5楼火烧了，伊烟清起来，那变成这是一个火口，一个烟弹孔。那所以造成咱来看这个火灾事后的结果，是死者大部分是在9楼、甲8楼、甲9楼的楼梯间，这就是因为这真大这个原因造成伊后壁要避难还是要逃生，有这大的困难跟障碍原因所在。是啦吼，所以咱讲到这个5大这个消防系统，是安拢甲关起来，这个失灵的这个部分安怎来去做检讨啦吼？其实这个咱嘛看到台北市也是讲内政部已经要求讲全台湾的这个亲像这个 KTV 也好，电影院也好啦吼，伫1个月日内底一定要好好来做一寡这个稽查吼，咱先做回来看。
先过 KTV 的门口，予台北市消防人员搭上无合格场所的广告，当时互要求停业，因为伊无通过消防安检，限期3天内底要改善。毋那是即间无通过，台北市府专门清查台北市内的先过 KTV 其他6间分店，结果竟然有4间拢无通过检查。像是咱家东路店甲松江店的防火管理，阁有公布需要改善。敦南店是变难器具排烟无合格，西门中华店除了防火管理，热水头标示照明嘛无达到标准。这些我们都列为缺失，然后昨天晚上也立即的执行不合格场所的一个公告跟停止营业的公告。台北市府限期业者3天内底要改善相关的消防安全问题，若是过期无改善，会当连续处罚。但是业者若是提出申请改善，消防局确认有合规定，会当马上营业。阁有7意外发现，4月20日有千过林森店摆联合起查，检查记录有显示店内底有施工的情形。消防局煞无要求业者要补交防护计划。对此，消防局回应指出，因为资料还无放系统，看袂到。他们两个在现场看到有疑似。那个监管处的那个执勤的同仁勾的，所以这个案子在4月22号，整个资料因为还没有上到这个系统里面，所以我们在查核整个安管系统里面就没有发现这个案子。他向监管处去申请装修许可，跟他有没有提出防护计划，监管处这边不需要向消防局确认他有提交消防防护计划以后，他才可以核发监管相关的许可，所以这个 bug 就在这边。市议员曲小青认为，消防局甲监管处等单位互相联络，恐惊需要搁爱加强。但是像即届消防设备互人拐害，市议员游淑慧提出2项诉求，要求火灾受信总机横断连线，会当即时监控动态违规，也佫有爱将火灾自动通报119，及时通报降低伤亡。记者郭灿台北有台北报道。这礼拜时，这场大火带走5条这个性命，到底这个火警调查这个进度是安怎？咱带大家来做伙来看咱先看讲，这个起火点就是伫个5楼，这个咧放物件，这个插座啦起火原因呢，就是讲这个大楼营业的这个场所要安2个这个电梯工程啦5至10楼有要2座啦敢若是亲像这个工人，因为这个雷射这个气距离这个充电这个仪器充电了后失火来导致这个火警。另外，到底是谁关掉这个消防系统咯？包厢是讲关这个系统环节伫咧这个钱柜 KTV 啦钱柜3名主管是讲半吞半吐啦伊讲业者甲包厢伫遐塞责任台北市消防大队这个第3大队长这个汪大队长伊讲搁进一步来确定啦查访才会当来厘清。不过咱头拄嘛看到这个新闻影片内底，咱讲到这个申请的这个流程，3月30，这个复杂就通过这个钱柜定期消防这个安检但是有的这个物件是合格，但是这个时间关掉这个相关的这个警备、这个设备也是无稳准的。另外咧，这个无依照规定来提报着，咱讲的这个消防防护计划，和台北市。这个消防局啦认为是这个先行逃走来施工啦所以有这个部分，咱阁申请到咱的这个消防员这个部分啦其实你嘛伫这个操山做这个消防人员，其实你嘛有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讲这个安检这个部分另外嘛是讲这个限期要互伊这个搁复检这个机制，其实爱搁较去落实的。主要是讲咱即马安检的部分，像迄种阮迄消防计划迄提报迄部分，主要是业者伊只要有迄种伊的防火管理人，无就是伊其他迄种所在有变的时阵，伊主动提出伊迄种消防防护计划书，互迄种消防局去审核安尼，是，但是这是由对于种业者遐主动提出来，是，所以变做是讲，阮要调查，佮一定要敲电话甲伊问讲，你是毋是管理人有变啊，还是啥物资料有变？然后你是毋是爱提一届迄种的提新的迄种的计划书互阮？是，所以变即摆迄种流程就是变做安尼，所以讲主动性。唔是去咱，主动性唔是去咱这边，是伫业者是去业者遐。所以咱到看这个议员咧检讨咱这个公务人员，其实是唔对的吼。是包括讲是迄种时间中的迄种计划书，迄嘛是拢是业者。因为
阮无可能是24点钟徛喺场所遐讲，你当时要施工还是安那？嘿，所以变做是讲，业者遐一定要主动去提报咱的种的资料安尼。头拄你讲到一个部分啊，就是讲这个风火管理人吼，其实这个人足重要的，啥人足重要的？咱搁继续来请咱的教授来补充啦。其实伊爱所做的。其实咱讲公司有公司的这个主要这个负责人，但是主要负责人无可能看真全面的物件。啊，直接为着这个公共安全，咱有设一个这个风火管理人，伫咧这个火灾吼，也是讲火警的意外，伊扮演什么角色？啊，伊无扮到什么角色？这嘛是我这届上这节目的最主要的目的吼，是要来咱全国的百姓来解说这个法律的相关的规定吼。是。那依照咱们消防法的规定，其实这个公共场所的公共安全、消防安全，其实是管理权人爱护安全的责任嘛。是。那管理权人就是负责人。那因为负责人他伊无一定是了解所有的面向的问题，包括消防问题，所以伊要去请专业的人士来替伊分担这消防设备的部分，啊，这部分佫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专业的消防设备的检查，一个是平常时的消防设备的检点。那第一个专业的消防安全设备的检查，就是由消防设备师、消防设备师，以 KTV 这个场所每半年爱去做一个定期的消防安全设备的检查，结果爱报消防局去复查，吼，确定伊的设备无问题，这是。这最近嘛有人咧讨论这个问题，伊3月又报，啊，复查是合格。啊，过第二个部分就是讲，这你无可能讲这个场所半年一届检查了就绝对安全的，所以平常时伊的负责人爱聘请一个风火管理人。是。啊，这个风火管理人爱经过咱政府2天的训练。啊，每2年啊，佮学会一遍。好，伊到有这个专业的能力，有法度去管理这个营业场所，诶，相关的消防避难各相关的应变的措施，在第一时间有法度去处理。咱就来以这个例来讲，是安怎？我感觉是风火管理人，伊在这个火场当中有扮演足重大的讲责任嘛对，嘛可能有部分伊也去说明，就是讲。伊法令，这个场所一定有一个报去消防局备查的风火管理人。伊的工作就是爱定期去点检，是这个场所的设备是毋是正常的。那像你这5大设备会关掉，是，除非伊平常时做假，那这是违者文书哦。是违者文书的部分。伊啊又去检查，发现关无去来复原，伊就废除职务地在这个。最严重的刑事的问题，这个责任啦。好，所以我感觉讲，咱即马在追究什么原因的第一关键就讲，现在消防设备无动作。是。那依照目前的制度，伊应该爱动作。啊，这个关键的原因到底是安怎？是。那我看最近在讨论，拢无找这个焦点，无这个焦点，因为伊是这个场所，最后这届风火管理，伊是一个。最关键的角色啊，是好。那我感觉应该是要去消防局应该去追查伊过去的这几个月相关的记录，到底有做什么记录着？是哦，因为现在工人讲伊有去打相关人士报备讲伊要关掉嘛，有呀。哦，这媒体有安尼披露出来，是。咱看是真假假，哦，啊是相关的资料应该会使去看到这部分的真相出来。是啊，伊也无记录，无做相关记录就是伊失职嘛。啊，伊有。记录啊，无在这点台凸显出来，是那伊更加的实质，吼，我是感觉这个。有影，头拄仔这个教授讲到啦，吼，都是讲这个风火管理人有2层意义，就是讲这回若是讲真正通过这个安检嘛，3月30通过啊，啊，伊若是讲啊，这物件拢是正常的，还是讲到底是无正常的，伊就是无正常这部分，伊就有这个伪造文书做这个问题。啊，若是讲真正是互伊关掉，无去甲复原。另外，这就是牵涉着讲，咱讲的这个大火伊的这个责任的这个部分啊，2层部分爱去理好清楚啦吼。其实咱慢慢看讲，这回火灾吼，咱讲导火烧的这个所在是伫咧5楼这个所在啦吼。咱嘛看到，咱有一张图啦吼，就是我这个电梯咧施工的这个所在吼，伫511这个包厢边啊，就是咧放物件啦。迄当中有这个工人吼去
做这个头拄咱嘛讲到吼，伫遐去做一寡这个仪器的这个充电吼，无偌久2点钟久吼，就开始导火烧啊啦。啊，其实这个头拄咱嘛讲到，伫咧电梯这个所在，其实伊就是一个破口，有这个烟弹讲这个效应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起火点，现在呢有死亡的是伫这个这个8楼吼，有2个人死亡，另外咧是这个9楼有3、4人吼，啊一个人这个性命较危险。另外咧，咱就讲这个5个死亡上重的，就是伫这个咱讲8楼楼梯这个期间啦吼，啊尤其有9楼是3、4的这个部分，咱就要搁请教咱的这个医师啊啦吼。其实这个烟咧呛真紧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烟弹讲的这个效应，啊尤其呛着烟，大家看到火还是看到烟，吼这个火场这个概念是不是要有这个新的这个变化？对啦，这个烟吼，讲实在，当然伫火场吼，会有人死的吼，毋是干烟啦吼，温度嘛是一个问题。你若讲伤烧，人就烧甲变火炭共款啊咧。啊，你个另外一个烟，我讲实在，正常人吼，毋免讲你有啥物破病，你若迄竖着咧烟，你开始就要强要砸开啊，你就无法度喘气啊，因为人的设计就是讲吼，咱若拄着烟吼，咱气管感觉这空气无啥清气，咱袂使互伊入去咱的肺部。所以咱气管会缩掉的，缩掉了你就袂喘气啊。是。啊，所以你若拄着这个烟吼，你差不多有当时袂喘气，啊，佮讲你会喘气也好啦。你烟吼一直输入你的气管内面吼，你细胞的细胞嘛拢会排了。你看咱普通是咧输一般的空气，抑佮小可清气，迄阵咱鼻仔就拢有鼻塞啦啥货，迄是咱的鼻嘛咧过滤这个空气啦吼。咱的设计来讲，咱的细胞咧，咱有一寡两种细胞咧主动清洁咱的细胞。一种就咧分泌一寡的黏体的物件。是。啊，这黏体咧，咱像你有流鼻啦、鼻膏啦，这吼，啊，这是要甲迄垃圾物件黏掉的。啊，佮有一种咱清洁系统，咱加盟清啦，迄细胞吼，伊有一寡膜伫的，啊，伊会甲这个黏体吼，黏着这垃圾黏体，一直甲清对哪开。所以你有看，你早时起来拢会感觉有一个痰粒啦。这就是咱的清洁系统哦，咱的清洁系统24小时咧运作啦吼。啊，所以你即个数着即个烟来讲，咱开始砸开了，啊，唔免讲砸开。你即个烟内面吼，咱的上水内面含量足少的啦。是。啊，佮讲佮有一寡毒气伫内面。尤其咱讲这个中风吼。你看，咱有当时咧雅士炉烧了无安全，你看迄中毒。哦，那个一氧化碳啦，但是这一氧化碳的中毒，那就讲咧，你看有人自杀用汽车迄个废气咧自杀，就是安尼啊。迄无烧完全的迄个烟啊，迄个空气哦，会有人的，咱的人迄球吼，我都变做讲无法度去带迄个上手入去咱的身躯内面。是。所以你若讲真正若讲，若当咧迄个烟迄阵哦，咱开始袂喘气了，咱就完蛋啦。是安怎讲咧？咱人哦，若无即个空气的交换来讲，咱无迄个上水入去来讲，咱所有的细胞拢发生问题。啊，第一个发生问题，普通就是脑啦。因为脑吼，咱的脑吼，其实咱的脑吼，逐工你看咱拢咧受东受西哦。咱的脑吼需要的迄个上水吼，差不多咱身体内面的1/4的上水拢用伫咧脑内面。1/4啦吼。1/4的上水拢伫咧脑内面。所以咱看到这回这个火警，现在有人是砸掉吼。所以有的人吼，砸开小可砸开无代志吼，干安尼头壳疼啦，袂爽快安尼尔。但是你若较严重了，你看有的昏迷不醒。是。吼，啊有的人变做植物人。哦，迄就是讲，你看你严重到啥物程度，咱的脑普通来讲咧，你若讲几分钟吼，无输着这个上手入来，还是讲无血流走去咱脑内，咱普通就差不多昏迷不醒啊。是。啊，若搁较久的呢，你可能脑的细胞拢翘起啊。啊，搁讲咱的脑的细胞吼。无法度搁再生，无法度搁回翻头啦吼，死去就死去啊。咱有一寡器官会当搁再生，比如讲咱的皮肤，你话破皮，咱搁生新的皮出来。但是脑无法度啦。肝你甲切一半去，搁会讲生甲完全搁生出来。是。啊，一寡物件就是无法度搁生，咱毋是像动物甲切一个骹开，伊搁生一支骹出来，无咱袂遐严，袂遐厉害啦。所以咱讲到这个火警的这个部分啊吼，看到烟啊，有的人是这个砸掉，有50几个拢是安尼砸掉吼。等下咱会搁请教医师讲，可能这个后壁这个病尾可能还搁真济，但是咱搁回归到讲这个火警的这个部分，其实看到烟啊吼，已经青蓬蓬啊，内底嘛是这个这个乌烟散地啦吼，其实。看到安尼烟到底是爱走无要走？我
提供我个人的看法啦吼，因为即摆你在网络上有在看即个各种的讲法啦吼。是。那比如讲，你第一个公共场所，你拄到火灾的时阵，你要哪处理？比如说咱来情景来控咧 KTV 的时阵，是。当你开门看见有烟，甲发现无烟的情况，如果这个场所伊的消息备是正常的时阵，照讲好火灾发生的初期，伊警报会响。那这时你想要避骗人的第一时间，你看咱的门后壁有个避人的路线图。是。啊，这时阵你爱考虑讲，你这个路线图你有去演得过一遍无？就是讲你的身体要有这个记忆伫吼，就是讲啊，真正拄到代志的时阵，你的身体这个反应，才会当助你的这个记忆落去行。对。第二点就是讲，咱大家有讨论过讲，火甲烟吼，正常伊是用往上面去撑起来。好，所以你也拍开门的时阵，虽然警报器咧响，不过现场无烟。是。这时阵你照讲会使安全的避难，因为火焰可能伫咧楼顶面顶，是。那正常火焰无啥可能会往下去流传，好，所以迄阵你来骗人应该是无什么大问题。那第三情况就是一拍开有烟，那烟的时阵当然医师有介绍烟的毒气，不过火场的烟甲一般烟各有小可无共，就是有高温，高温，伊高温你受了伊造成咱肺部的伤害，好，所以你也看现场的烟，伊是有温度是有一定的温度，你属于即无爽快。这时阵你也要冒险去避难，可能即个情况你无法度控制。所以咱一般的讲法是讲，当你也发现是讲，即个火焰升甲即温度即悬呢，你受到即无爽快，最好的方法应该是门关灯。因为咱即个公共场所的门基本上拢有防火半点钟甲1点钟以上的防火的效能。哦，所以咱这阵门是半点钟至1点钟，会当挡这个火的。不过这时阵啊无火要是烟燃了，所以照讲你门关起来了，有一段时间是安全的人。是啊，有个人家对下骹的门窗爱用毛巾来擦掉的。啊，这空间理论上有半点钟甲1点钟是安全的。那咱一般的火警的处理，差不多半点钟来拢处理煞。是。好，所以你也有法度这掌握这个美感时阵，照讲这火场内你会使保全大家性命。啊，另外一个情况就是讲，你拍开门，烟有烟，不过你感觉说对你的肺部无介严重。啊，这时阵你就爱注射爱放假。吼啊，因咱靠地面的空气较清气。我讲烟会为面顶清气，所以你靠地面的空气会相对较清气、较冷。所以你用注射放假去倒避难，到咱的安全门体、安全门，你袂了，照讲你会使避免咱的身体受到火灾的影响。所以就是爱有几个这个撇步啦吼。第一个就是爱先确认讲，你这个场所内底有火有烟无啦吼。啊，第二个讲啊，你感觉这个舒快的空气，啊，佫会使，你就是爱这个加姿态这个方式啦吼。其实咱嘛看讲，这个新北市消防局伊嘛有做一寡这个网络这个宣传啦吼。经过这摆大火，咱安怎伫遮学到经验？咱先做回来看啦吼。咱看到讲，伫咧密闭式的这个公共场所内底拄到火灾啦吼，亲像伊所讲的，咱这回真正不幸的这个 KTV 内底有5个人死亡啦吼。啊，旅馆这个酒店安怎来去逃生啦吼？第一个，你就是要确认讲，这个吼含这个部分这个温度，甲门外这个状况到底是毋是 OK 啦？那 OK， 你才会当开门来去做逃生。啊，另外咧，是讲已经看到温度已经升悬啊，你的这个喘气嘛有这个影响啊，还是讲门外已经有这个真大这个烟啊吼，你都要伫本地这个原来的这个防火区。这个伫遮吼，伫遐等待救援吼，而且咧，就是甲门窗擦好势。另外嘛是卡119啊，甲大家讲甲这个消防人员讲，你要等待救援的这个所在伫倒位啦吼。但是其实有当时啊，这个消防人员要去找嘛真歹找啦，因为内底拢是乌烟啦吼，真歹找。但是你若是家己讲确定的这个位置啦吼，嘛是会当互你这个逃生的这个部分。另外，咱嘛讲吼，要往倒位行。往倒边还是往正边啦吼，就是要依照咱头拄讲的这个可能是紧急出口这个部分啦吼，指示灯啊，甲避难的这个方向的这个指示灯哦，啊来进行逃生。其实这步应该是第一步，你入去到这个公共场所，你都要去做一寡认别的啦吼。啊，但是咧，拄到这个火甲烟啊，你要往头顶走，还是往下骹站来走啦吼？原则上就是往下骹站来逃走啦吼。但是咱看这回这个火灾是5楼
着火烧啦吼。啊，这个部分咱先请教咱的另外一位拍火这个专家啦吼。其实你嘛拍火这个超过11档的这个时间，伫咧火场内底真正有足侪无法度控制这个代志，有消防人员对这个惊吓，何况是咱一般的这个民众，所以爱提醒因做啥物代志咧？主要嘛是拄啊教授讲的安尼共款。啊，即马上重要的宣传就是讲种的，咱即马会记得关门，嘿，关门。啊，关门就是会使避免讲种咱烟会使入去，啊，你会呛伤安尼，迄种的喘袂过去安尼，嘿，啊，主要是即点。啊，是个较假的就是拄则迄种的拄则迄种的资料内底拢冇写，嘿，只要是因为较早的部分是讲咱用迄种的淡的。迄种西莫利，嘿，面巾，面巾安尼，家迄种按着。即马是无建议啊啦吼。无建议，你嘛无时间去找水，对，嘿。啊，你找水的时间，倒不如来种来去做一寡逃生安尼。逃生啦吼。逃生安尼，嘿。所以讲种像迄湿毛巾迄，你按着你嘛是会吸会着空气啊。啊，吸会着空气，你就代表讲你嘛是吸会着毒气，对吧？嘿，所以说，迄是无必要的。但是真侪人嘛是有即种观念，讲种的。一定要摕毛巾去。这个淡的西莫利甲，暗内啦吼，因为头拄啊，这个医师等下嘛讲，这个内底毒气真济，啊，有当时啊，这温度你嘛无法度去控制啦吼。啊，其实咱嘛要讲转来，就是讲吼，这回咱伫咧逃生的这个部分，门一定要关。较早这个安全门或者是啥物门？咱从我细汉时阵去看电影吼，那电影伊的边仔的红顶下面是叫做太平门。太平门哈，按叫叫太平梯啦。哦，太平。啊，就是讲你安全门，你也无好法管理，伊就会变太平门。哦，咱只讲即摆5楼火烧，啊，是啊，烟会冲起来，除了为迄电梯冲起之外，伊个安全门梯也无管理好，伊安全门开，你5楼火烧，伊共款烟会为安全梯走去安全门去要安全梯。是。这时阵呢，安全梯就变做太平梯啊。哦，因为是烟当讲。好，所以咱。另外一个问题来讲吼，咱防火对大了公共就是防火管理的问题啦。或者说，除了咱硬体的设备完全依法设置之外，咱平常时的管理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甲消防设备是同款的，咱叫逃生避难设备啦。哦，所以咱讲，其实火灾对人吼，这个反应，吼，真正是一个真大的这个考验吼。但是你有安怎这款这个反应？代表讲，你去这个公共场所进行，你要有安全的阴影。咱一再吼，甲这个观众朋友来提醒，就是讲，这回咱经过这款的这个事件，吼，咱都要去公共场所，先认捌讲你逃生的这个腿伫倒位，啊，另外要安怎吼，闪避着讲啊较重要这个部分啦吼。另外，咱慢慢看讲，其实火灾对人体危害有3大这个面向啦吼。头拄咱嘛讲到这个浓烟啦吼，因为这是人死亡上重要这个主因。有当时啊，毋是去用烧死的，是去用这个火。也是烟啦吼，砸掉啦吼，因为伫入入这个空气内底，真正是有毒的吼，亲像这个戴奥辛也好，还是讲等等的这个有毒的这个气体，啊，造成你昏去啦吼，啊，另外这个低角也是死亡。啊，火灾发生的时阵，哦，通常拢是安尼大量的这个浓烟啦吼，啊嘛是这个空气内底这个一氧化碳吼，嘛会互你这个人体机能吼失去运作。啊，你开始感觉头晕啊，想要吐啦吼，啊，若是超过3%的时阵。就会当致死啦吼，另外是一个高温，另外吼嘛是种是火啦吼，嘛是烧着这个伤。咱头拄嘛讲着，这个空气度先会带病尾，毋那是干那这个脑尔。你若是讲这咱头拄讲着5个人死亡，还佫有50几个人是安尼砸着。啊，对于这个肺部长期伤啦吼，伊要安怎讲？伫咧咱讲伫咧初期，啊佫尾期去做一寡这个呼救咧。一般来讲，当然看你这个偌严重啦吼。较轻的来讲，你可能那想讲，有当时啊人咧食薰，你输着人咧鼻咧薰，啊小可代志呢，啊扫几声就无代志啊。是。啊，若较厉害，你已经火内面吼，已经无上手伫内面啊。是。啊，你拢，你的细胞拢歹了了呀。啊，当然你看你歹偌久啊。啊，若较厉害，你就有当时啊急诊处人普通会互你输上手嘛。是。哦。上手为人讲是勇气，唔是勇气，还是上手啦吼。啊，当然嘛，勇气，互你输了会较勇嘛，无对啦。是。啊，你若讲输迄上手了，输就好代，普通也无啥物代志。但是有当时啊吼，温度伤悬，啊，迄个烟伤济吼，
你细管内面的细胞拢会毒死了了。是。毒死了，那较轻的甲烧伫表面呢，你普通的这个细胞会搁再生。吼，因为咱的细胞普通咱的细管讲实，咱嘛有个再生的功能，但是袂使歹伤深啦。那较表面会当搁再生，所以你慢慢恢复，有当时过一站嘛，要几礼拜啊，几个月就好啦。但是若个烧较真厉害，我来讲吼，真乃像咱的皮肤吼。你是看，你若小可绕着，你皮肤会当搁生新的皮肤出来，拢好势好势。你绕啊伤厉害、伤深，你看结疤去啊，拢害了的，拢结疤去。你若结疤去了，你正常的细胞就拢无去，无法度搁生新的细胞出来啊。迄阵你就细胞歹了。咱较早有人咧讲什么菜龟部的事，菜龟部的事嘛是一种迄类的，但是当然毋是火烧引起的啦。对啦，伊就咱想讲咱纤维感，咱想你菜龟规拢炸去了，迄粗粗的粗粗。哎，咱的细胞其实种软的，咱海绵有一条，你讲渗来渗去吼，较会当缩过来，嘛会当嘛变较开的吼。所以你若讲真正烧较伤厉害，你细胞拢歹了，我靠，你连坐你都咧喘。啊，你若坐你咧喘哦，你以后我看你差不多拢爱。规工拢爱输上手，你才有法度活。是，爱这个呼吸器来。啊，当然较厉害就是讲你伫过程中已经伤严重的这个上手已经拢无啊，啊你人就翘去啊，迄是较样。啊翘也佫无代志，上歹的就是哦，你哦变做讲脑拢死去啊，干那身躯也佫你心脏也有咧跳，也会当小可喘过，但是你的脑拢唔知，你叫拢无反应，变得植物人共款，迄个佫愈厉害，迄你。讲生也无讲生也无生，也讲死也无死。是，迄规工倒伫咧门床，规个人你看你家属要甲伊照顾偌久。有影啦吼。哦，迄个佫愈厉害。是，所以咱其实嘛有讲到啦吼，若是讲拄着即个砸着即个吼，即个浓烟的啦吼，其实有分做4类啦吼，较严重的是即个3、4级，即个气管吼，其实咧即个脱血啦吼，肿起来，肺部咧嘛会水肿，呼吸道嘛会塌掉咧吼，这是等等即个急性呼吸道的这个表现啦吼，咱等下嘛讲到，这个病尾尤其严重，病尾就亲像头拄医师讲的，可能是变植物人也好，这个细胞可能无法度搁翻头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其实这个安检制度嘛爱好好来，这个搁一届检讨啦吼。咱头拄也讲到，安怎逃生也好，安怎避免讲吼这个烟呛着啊，是砸着啦吼。但是这个安检制度嘛是爱咱去好好来去检讨，讲到底这个部分，咱讲。防火这个职务权人啦吼，就是防火这个部分啦吼，这个人伊安怎去引来？然后我打各位观众来介绍一下吼，防火管理人的由来是因为我头前有讲过，管理权人就是负责人，伊无法度完全了解伊营业的场所的眉眉角角，所以就消防防火这个部分，依法伊要去聘请一个。是公司的人吗？还是伫外口的人？伊会使公司人去训练。我讲伊出的这资格要受2工的训练。考试入格了后，主管机关会有一个证照，伊是防火管理人。这个防火管理人要去消防局去报备。这是清楚的。这个制度的目的就是要鼓励场所爱自主管理啊。是。其实我要做一个例吼，毋过无一定盖好啦吼。我参与。这几啊件的拍火啊嘛好啊吼，工厂的安检的查核工作吼，有一个讲法啦吼，讲一个场所做好，无代表袂出代志哦。不过啊出代志，就是证明你无做好。是。咱另外一个方式来看这个问题，这个机关这个场所平常时无代志时阵，主管机关去来查，会讲你了明。了明。不过这代志讲你实质，这是较麻烦的事，所以我到在像节目之前有甲咱主持人开讲者讲，古早时代你若讲啉烧酒开车出代志，咱一般的民众会去质疑讲，你警察来无良。是。不过咱最近只要你敢开啉酒去开车，唔是讲警察全世界拢咧质疑你，你是安尼啉酒去开车。那第二点就是讲吼，咱拢有开车的经验。咱开车定期要去检验所去检验，不过你检验煞了后，佫出车祸，
有人会去质疑讲，你监狱所有做好检验的问题无？所以，咱来看双设备嘛，同款。是。双设备其实它伊是一个保全的一个工具了。啊，这工具爱随时去保养，是。随时去维护，可以会使发挥正常的动作。紧急时阵，大部分的时阵其实是无用的。是。因为伊就是万一嘛。所以自主管理的目的就是讲，你要维护咱的场所的安全，是最重要，就是随时保持咱的境界啦。是。啊，这才是咱保全的唯一的方法。那这设备的检查、安检，其实拢有依法，拢有专业的人员。啊，我这个讲法不是要替咱的消防机关来脱节啦。咱消防机关都甲讲的，无代志你去了明。好，所以第一点就是讲哦，不管场所有聘请什么专业人员，其实你也负责任。你头家，你得有绝对的责任，是爱维护你的场所是安全的。这全世界拢是安尼咧处理的。是。啊，咱因咱国内就是因为有这方面的各方的质疑啦。啊，我嘛无法度讲是上对唔上对，不过你也要保护你的安全，你要保护你的生理会使正常去营业。啊，你负责任，你就应该负起一定的责任。你聘请的专业人员，一定要有够迄个专业。有啊。你到法度维护咱的场所的安全。你若讲要靠商标，半年一年来你检查一遍，啊，你的场所的安全，我想这是有点缘木求鱼啦。对这样。其实头拄仔这个教授私底下有讲啦吼，外国人无人来质疑这个公务人员，公务人员因担这个责任有够济，吼，因都要替你检查。啊，因其实搁爱做咧其他这个任务，啊去拍火等等啦吼。啊，咱头拄嘛讲到，这个主管机关有去做半年一届，嘛有分这个甲类还是非甲类啦吼。咱看是半年一届。啊，其实咱嘛有讲到现行这个安检制度，深受这个欠点，经过教授讨论，可能咱这个部分吼，嘛会使去做一寡修正。咱来看讲，咱本地所做的这个欠点是啥物啦吼？就是讲限期改善的这个时间伤长。啊，第二个就是讲，这个毒级的这个比例伤低啦吼，啊，这个约好抽查无意义。第三个就是讲安检无应该替这个业者背书。其实你讲消防人员是消防局咧做，真正是两难啦吼。头拄仔嘛有讲到，到底是扰民也好，哦，到底是讲失职也好，这两个这个中间其实真歹讲啦吼。欠点第一，伊讲啥？这个消防啊，安检这个部署拢伫咧检修这个申报期间内底，业者委托民间的这个消防设备师，也是讲设备师去检修啦吼。啊，申报的结果尾也才可以互这个消防局来复查。若是讲申报合格啦吼，消防局会伫咧1个月内底复查啦吼。啊，申报无合格，就伫10天来复查。啊，其实复查袂过去讲啊，这个限期这个1个月来改善啦吼。啊，1个月复查了后。无过，才会去这个开发啦吼，嘛会当连续处决，也是当水当电啦吼，啊限期佫改善1个月，啊个案是定拖到这个3、4个月才合格啦吼，这个是成效，这个效果无遐尔好啦吼，啊对基站的这个消防人员嘛有造成这个无必要这个负担。另外咧，真正敢讲这个抽查是约好势，教授敢是安尼？这个消防安全检查的制度吼，其实咱消防法，台湾的消防法是民国74年通过，啊，在84年有做大部分的修改。是。伊最主要修改就是自主检查。所以咱有消防设备师，代替公家机关去检查这个场所。所以照讲，因的专业应该有够。OK。所以国外。嘛无消防机关去复查这个机制，国外是无这个。你签证，打技术签证了，你签证就是保证。出代志就爱找技术。不过咱台湾吼，可能是讲公家机关无啥信任这个技术啊，所以咱佫有复杂的机制。好，这是造成即马即个民众咧质疑了，讲像那消防机关去复查了，佫出代志。是。啊，这个问题我达到有解释，因为无法度。保证这个设备100%，所以伊有防火管理人去定期点检的这个机制。所以回来，因为咱人讲政府有限，民力无限啦。这个要保护这个公共场所安全嘛是同款。你无可能靠咱的政府大项细项拢来顾条条，你若顾条条就是警察国家对不？啊，所以咱民众如何去确认讲我所在场所？是安全的。那其实咱即马政府相关的安全检查的合格，都有在
清楚的熟材去标示，讲这个场所是相对安全的。咱若有透过这个机制，吼去检验啊，这场所理论上是相对安全。不过你也定着讲这个千过 KTV 这个事件，伊是人为去把伊关掉，造成伊本来是应该是 OK， 变成不 OK， 啊，这是人为的这内部管理问题，自主管理问题嘛。所以从这事件来看，是这个公司这个场所伊的自主管理有出大的问题。那这要安怎解决？我是感觉咱来依款嘛，上该负责任就爱落实去追究。吼，袂使讲到尾啊个琐碎。吼，咱看媒体有相关的报道嘛吼，袂使用司法去解决这个公共安全的问题。但是目前台湾这就是和稀泥，吼，大家说有代志变无代志。我感觉这个事件既然引起咱民众的注意，咱就爱落实去法律安怎规定，咱就安怎去行。那再到法度讲去出事，吼，去督促这业者，伊爱照法律来行，伊袂使偷食无。其实有人就是逼资料讲吼，为什么这个 KTV 业者会甲这个五大系统拢甲关掉？就是有人伫这个 KTV 这个包厢内底结婚啦吼，所以若是结婚，这个警报器就会弹吼，啊若弹，这个可能大家都这个员工嘛感觉啊，可能足麻烦的，啊，就是业者较大的这个主管可能就讲啊，你先甲关掉去，是毋是会造成像这款的这个部分，咱先请教。咱的这个消防人员啦吼，就是讲，其实咱嘛有看到这个情形，但是其实头拄仔咱教授嘛讲到，可能是这个设备师因去查拢无问题，但是你嘛无法度24点钟去甲看讲，因就是甲伊偷关掉。确实是安尼啦，就是像这件代志 KTV 安尼关掉，可能啊，咱即嘛无确定讲是毋是因真咧关掉安尼，嘿，啊伊也是确实也是这个动作的时候，伊基本上就是。迄设备拢袂弹，是。啊，你平常时去检查，其实我像迄种 KTV，就是迄种顶半年、下半年拢检查一届，所以一年过2届，嘿，定期过2届啊。啊，你有可能有其他的专案检查，嘛是阁有。啊，像这边台北市议员讲的迄种的4月22號的聯合檢查，迄嘛是閣有另外一款的。嘿，所以講伊檢查啊，啥時攏無問題。对啊，无问题啊，到底是到位啊出問題，嘿，啊個可能是這部分啊。是，所以咱講到頭拄我講的這個例啦吼，就是業者驚麻煩，因為這個咱講有人客佇內底食薰，這個嘛袂當歸咎這個業者，嘛是愛歸咎伊啦吼，但是人民還是講消費者這個部分心態，嘛是愛去做一寡改變。這個問題啊，就是講因飯店甲 KTV 攏有這類似的問題，就是講伊個消費者食薰，所以其實咱的火警的偵測器、探測器，其實有幾啊形體，所以你來這個場所，你的顧客有食薰的所在，你會使咧包廂用另外一款，你咧走廊用另外一款，好，那用依照你的場所的特性，你去設計去做適合這個場所的警報器，好，那唔是講因為民眾會食薰，你就來關掉。哦，這是絕對唔對的啦。啊，這個現象，我感覺唔是唯一的人，唔是唯一的。誒，這在目前的一寡行業，各有嘛是各有。唔是講咱 KTV 業者，係，嗰啲餐廳，因為你餐廳廚房，哦，好，那無小心會得出來。是。啊，這就會造成一寡的錯誤的警報出來，所以變成說，你也這目前那個警報器有幾個形態，其實會使選擇適合的場所去安裝。我感覺會使解決這個問題啦。不過就是嘛，這個業者伊就會升數，要升級，就用上簡單的方式去應用。啊，伊要管，伊認為伊要管理嘛方便啦。啊，不過唔知伊唔知講這個物件設咧遮會造成後壁你無你無想到的問題出來，啊，伊無法度改啊，啊，所以伊這樣變做就來關起來，申訴。好，啊，這是確實是安尼。哦，你講你若唱歌飯店臨時火警出來，啊，無代誌。大家講，這消費者會最大的疑問啦，講這場所到底是安怎？好，即說這個問題其實在台灣，我感覺
嘛是个目前嘛是个有啦。啊，就是靠咱讲咱业者，我还是感觉业者伊也无这个完全的责任心，伊也无咱法律无要求伊业者爱负完全的责任，业者就有迄侥幸的心态啦。伊感觉讲，我关掉。无掠着，啊，像主管机关要查，我来开就好啊。这样就是安尼啊。伊要开就简单呢，伊知你要来啊，你入大门，伊两个动作就开啊。试落去就好啊。嘿，啊，所以说变成说你变成猫捉老鼠的游戏。好，所以变成说，现在民众还是民意代表，会质疑讲，主管机关去查几波，看拢查无着，啊，开就奈出来，就是这个现象啊。啊，这个就是讲，回到看，咱爱利用这个机会。来严格来追究，这个相关的人士的法律责任。我感觉这道法度做成一个警示，警示这个业者，袂使搁用这个偷食包的方法来经营你的事业，爱依法，爱来处理，然后你的场所是符合法律的标准。符合法律的规定，唔是上高标准的，上低标准。你连上低标准都无法度，你想要有法度讲这场所是安全的呢？是。好，所以咱老百姓伊爱了解这个现象啦，所以咱一定爱这个负责人，是，伊爱提供咱绝对安全的场所，咱消费者到安心消费。是，所以这个负责人你真正真重要。头拄仔咱讲到，唔那敢若这个 KTV 业者吼。亲像做厨房的，有这个烟的，这个警报器探这回，咱看到的有遮尔大这个重大这个死亡人数，咱嘛搁一摆去思考讲，是毋是这个过去咱偷食步的这个方式，千万都唔通做。啊，另外咱嘛讲到，这个消费者的这个部分，应该爱有虾米款的这个意识啦吼。头拄仔咱嘛讲到，有的人就伫这个室内食薰，啊。其实拢有做一寡这个场所要互这个食薰的人吼去做食薰啦吼，啊，其实都袂当伫这个包厢内底，都是袂使啦吼。无都袂有亲像咱讲的，这个业者去偷食步这款情绪出现啦吼。所以消费者你到底要有啥物款的这个意识，咱先做回来看吼。就是讲头拄仔咱讲的以外，咱佫有爱讲入门，你爱去看讲这个刀声必然出口吼，若是敢若有这个出口。发生火警是看这个刀声的门也是有无啦吼，还是然后第二个出口就是颠倒向，就会当来做刀声。另外，咱嘛爱看到讲这个安全门是毋是保持正常的这个使用状态啦吼，啊观察这个消防安全设备的这个位置，啊嘛爱看讲这个房间、楼梯还是通道是毋是有这个照明灯啦吼，其实内部装修吼是毋是真会当烧起来这个材料。另外就是卖坐电梯吼。尽量这个行楼梯吼，啊，另外就是讲，紧急的时阵爱看清楚这个推的这个方位甲道声啦吼，啊，坐定了后开1-2分钟吼，想讲啊，万一起火的时阵要安怎来做啦吼？另外，若是一旦发生火灾的时阵，你就会当随去采取着避难道声的这个行动，啊，有可能就是较低站的这个楼站吼去做消费啦吼，上好是伫地面站，但是咱讲遮济。嘛是你要有这个好的这个道声的这个观念啦吼，就是讲你身体意识爱先讲入去到这个场所，你都爱有做啥物款的作为，先看道声的这个所在伫倒位。另外咧，若是真正拄着代志的时阵，真正吼先看火伫倒位啦吼。其实咱讲这是这个营业场所大楼啊，不过咱嘛会看到讲过去有侪这个案例啦吼。这是咱讲这回是台北市林森北路这个部分啊，其实过去几啊档的时间，拢有发生着这个重大这个伤亡这个火警啦吼。其实咱讲伫咧1992年吼11月的时阵，都有台北市新华 KTV。互人放火啊！1995年是这个台中吼 Welcome 这个餐厅这个大火啊。另外，咱讲伫2011年吼，台中市阿拉这个夜店吼，伫咧2楼的时阵，这个舞台表演的时阵有 LED 这个这个烟火哦，啊随着导火啊吼，规个这个咱讲天棚啊吼，真大这个火造成是9死12伤啦吼。所以其实咱伫咧公共场所一定爱有这个阴影吼，危险的所在爱去会使去。但是你一定要有这个危机的这个意识。另外，咱嘛看到，自这回这个大火案例，咱嘛讲倒来，这个徛家的这个所在，嘛是要特别注意。有当时啊，咱借着这回这个经验，颠倒来思考，伫咧徛家爱去安怎来防范吼。其实徛家的时阵，有当时啊，较旧的这个中古厝内底，即阵这个消防局拢会叫你安一个这个警报器，啊有的都是无安啦吼。这爱甲这个民众，佮有啥物款的意识爱交代互因无？
咱这上市上局咧推广的这主题火警的警报器，其实是国外被普遍咧实施的。那国外吼，甲咱台湾无共款啦。国外是老百姓自民的意识较悬，伊家己去买来装。是，你看咱台湾呢，是政府机关送的。送的啦吼，去这个里长遐签一下名，是讲这个消防局签一下名就领着啦吼。啊，到底有装啊无装？是啊，那要推广的，因为咱的国内火警的死亡的统计，主体的死亡的人数差不多占60%以上。60%，嘿，啊，啥啦？死亡占较悬的，因为就是无这个消防设备。是，所以基本咱政府咧提供这主体的火警的警报器，伊是一个最简单的。装置，好，伊内底用电池，啊，用一个双面胶，就搭在你的厝顶。啊，天棚，嘿，天棚，搭在天棚安尼。啊，因为这就是伊有2款啦，一款是讲 N， 吼，那一款是加速外露，有2款。啊，也是 N 的时阵，吼，就我讲过，咱一般咧小进前会先出 N 嘛，那 N 的为面顶去穿，所以你也搭在你的厝顶的时阵，万一还有意外事件发生，因切的时阵伊会感应到，那感应到伊就叫，伊就弹，啊，但是你带内底你就有警觉，有警觉。啊，过这个推广，咱即马政府咧推广其实是成效是袂歹啦，毋过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吼，因咱我感觉我还是中交咱的自主管理啦，这个火警器是伊是用电池的，啊，电池的无电，啊，无电啊吼，嘿，啊，无电时有啥咱百姓，会晓用，袂晓换啊，好啊，所以这变成后摆嘛有一个问题啦。咱说现在装也无效，所以说这爱教育。是啊，教育说，啊个装这个咱政府咧上架的火警器，拢是独居老人为主，啊，这咱的顶辈，伊要去换，另外一个大问题啦。好，所以说咱到底是要安怎来处理？因为这个问题现在拢撒互商局去做处理，其实这是社会福利的问题，大问题啦。是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其实这个政治是有效的。有效的。咱你即摆去 YouTube 去看这个，咱台湾这个件，拢是因为这个问题，因为咱有警觉。嘿，咱年纪较大，煮物件煮较袂起来。哦，这是咱好拢这有这啊，操咱演抢起来，还是你的微波炉还啊一直去加温。啊，所以这是目前台湾有几啊件拢是有。这立即的这好的效果啦，啊，这个就是讲，万一咱唔是住咧大楼，唔是住咧所谓的豪宅，哦，咱住咧家己的主体公寓，哦，啊，无这公共的消防设备的时阵，这是一个极好的保命的一个救命的工具在啊，吼。其实咱嘛讲到吼，住这个公共场所。讲登去这个徛家这个部分嘛，是爱提醒着讲，这个火真正是吼真大的这个伤亡吼造成的这部分。头拄啊，这个教授嘛讲到60%是伫咧徛家啦吼，啊可能佫有其他这个火警的这个部分啦吼。其实伫咧客栈上吼，咱讲这个第一线这个消防人员实在是非常的辛苦啦，爱去做这个业者的这个机闸呀、客闸也好。另外，咱嘛爱去做一寡这个推广，亲像咱头拄啊讲，这个分送这个警报器，和这个民众也好啦吼。其实难度上。对你来讲，拢真忝头一件工课。确实是啦，因为阮有当时啊，就是阮来一户一户去拜访，啊一户一户去要求讲因来装，迄种的警报器，嘿，啊也是伊也讲种的，你哪遐换，你哪遐换过来？是，啊这样换过来，你是不是诈骗集团？有一个那会安尼感觉，是，啊但是实际上是台湾性台湾这种的每一个县市其实拢有消防局拢是有去推广这种迄种这个警报器啦，警报器安尼是，所以这个成效应该是也算袂歹，只是讲头拄啊这个教授讲到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换电池的这个问题安怎维持啦吼？所以警报器一定有效，咱嘛搁回过头讲，即回 KTV 业者5大设备拢甲关怀起来，这个警报器若是有发挥伊的作用，其实这个死伤。可能都袂遐尔严重啦吼，所以这个警报器若提醒着咱这个乡亲好朋友伫咧徛家，啊嘛提醒着讲，伫营业场所的人，尤其爱去注意，这千万袂当关哈，尤其这是救命这个部分啦吼。咱头拄讲着甲类的这个 KTV、旅馆，还是讲吼，咱讲的这个坐这个公共场所。这个是非常之重要吼，尤其头拄这个我毋捌听过讲有这个餐厅业者，甲这个厨房的这个物件甲关起来啦吼，嘛是爱提醒讲遮的这个业者。另外咧，咱嘛爱讲着讲，上主要就是讲咱家己人民要有这个意识，
入去到这个场所内底，爱先看好清楚，规个这个道路路线到底伫倒位啦吼。啊，今日咱嘛讲到哦，坐这个部分，安检部分，啊，咱嘛上重要一个观念，就是讲消防人员真辛苦啊。吼，咱继续搁请咱的教授替消防人员讲一下话啦吼。其实这消防的工作吼，其实我是感觉无适合人去做的啦吼，因为咱等去厝叫外宿啦。等去厝叫外宿，住在咱的消防队，但是咧敢若住在厝共款。啊，伊本身负责即马，因为咱政府对公务人员呢，啊，毋是政府尔吼，咱本是对公务人员要求即济。所以咱消防工作现在主要毋是敢若拍火尔，是，吼有。人无伤济啊，然后包山包海啦。那我是感觉讲吼，咱如何让咱的消防人员吼对这个工作有认同，吼，咱对这个社会在肯定咱的对社会的贡献。我感觉咱应该如何去强化咱的本身的专业的能力啦。吼，咱除了去保护百姓之外，咱嘛知影保护家己啦。吼。有法度保护家己，有法保护百姓。哦，咱的相关的专业的技能，你一定爱学较高，学较济，学较精。哦，你有法度保护家己，有法度保护百姓。那咱的台湾大致是个安全的岛。是，感谢三位来宾，多谢。